来继续来看是这个国道1号路南分林斗南的路段，伫个昨暝10点外发生着严重的车祸，有2台车来追撞，这唔知弄一个有偌尔啊大力，2台车竟然是弄甲密密冒冒。 毛做变2粒的铁球，结果是3个死，1个受伤。死亡的3个人拢害出去车外，受伤的是一个23岁少年呢，因为有弄到头壳，所以对这车祸发生的经过也讲袂清楚。翻了呢？ 国道1号路南分林斗南路段有严重的车祸，2台车弄得真正力，护栏拢被弄甲长去乌色轿车甲银色轿车弄甲变铁球，完全看不出来车的模样。直接撞护栏呢，护栏翻掉。车祸发生伫昨暝10点外，警方到现场先救人，有3个被害出车外，一男一女倒伫车路，另外一个查甫人被缀伫车卡，还有一个查甫人掉伫车内，胸骨骨折。 被害出车外3个人拢救无完。警方初步调查，乌色轿车弄到银色轿车了后，并伫中线的车路，银色轿车四轮翘上天。乌色轿车顶有2个人，分别是23岁姓柯的查甫人受轻伤，22岁姓肖查甫人被害出车外，缀伫车卡。另外一台银色轿车是50岁姓廖的小姐，甲49岁姓陈查甫人被害出车外。一男一女被抛飞在外面。 1名男生受困于车内，那1名男性的话是轻伤。2台车4个人3死1伤，受伤的姓柯的查甫人伫分林的病院治疗。警方甲酒测无酒精的成分，人精神啊，也毋过无啥载人。车祸是安怎发生的？也有啥物人驶车？2台车敢有伫驾车，还是换车道无细致造成的？拢要等伊更较恢复的时，才会当进一步的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